新傳媒 Capital 958上市頻道，現在有兩天報告新聞。國立大學醫學組織嘅幾家病房父母宣布將擴大父母範圍，讓更多嘅西部社區同肢體療養院嘅病患受益。國泰醫學組織講計劃自去年擴大之後截至今年8月，共有大約200名嘅病患在擴大之後嘅社區專家名錄之下加入計劃。嗰啲主要係患上海肺炎、尿道感染、蜂窩組織炎等嘅病況，而且行動不便嘅嚴重病患。計劃如今也擴大到手術後嘅接受器官移植之後，或者係病重嘅療養院住戶等一條病情比較複雜嘅病患。從廿幾日15日起，本地主要銀行將對數碼交易實施新嘅安全措施，以進一步來保障顧客免受詐騙嘅風險。新措施之下，銀行賬戶餘額在5萬元或者係以上嘅用戶，如果在24小時之內轉出超過一半嘅金額，銀行可能會暫時放慢或者係拒絕所有嘅交易。新措施適用於新展銀行、華僑銀行、泰華銀行、花旗銀行、匯豐銀行、馬來西亞銀行同渣打銀行嘅支票同儲蓄賬戶，包括可以列明附條。非數碼銀行交易，譬如從銀行分行同提款機提取現金，則不受影響。地鐵東勢線同達賴美拉站同西美站將在11月29日到12月8日暫停服務10日，而進行天意解脫嘅軌道連接工程。同時連接達賴美拉地鐵站嘅新月台，估計大約18萬名嘅乘客將會受到影響。期間當局將會提供2條接駁巴士嘅路線，分別往返活樂站同貪便宜站，以及往返活樂站同博覽站。到時貪便宜站同巴士列站、巴耶利巴同活樂站、博覽站同樟宜機場站之間嘅列車服務發車率也將更大。政府繼續打擊非法載客嘅法通，自今年7月以來當局已經扣押開102輛提供非法跨境同點對點服務嘅車輛。交通部高級政務部長孫石林講，當局前日在全島展開行動，就扣押開10輛涉及非法跨境接載同點對點載客服務嘅車輛。海關在宜豐時隔2年後再次重返宜豐省，然而海關第9次舉行嘅海關在宜豐展覽嘅1連4日嘅法通將結合開岸上互通展覽與海上參觀項目，向公眾展示海關在守護新加坡海上生命線方面嘅重要角色。新聞報告完畢。